咱做伙将咱的手机换做震动，就是关机，互咱伫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会当伫上安静，无受影响的内底来进行咱今仔日今早起的敬拜。主阮的上帝，阮诚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用诚心诚意，用阮内心较无主你的灵，来主你献上感谢。感谢上帝，你带领阮伫一礼拜久的中间，阮会当行伫上帝你报传福音、听主、听人生活的内底，阮拢会当活出有一粒主你意爱的心。主，阮的心为着安尼来献上感谢。愿上帝你时常呼召阮，诚做主你的儿女，会当有份参与伫福音的圣国的内底。阮相信，阮是诚做有福气的人。愿上帝你圣神亲自引带阮，坚固阮伫今早起的敬拜。阮备办阮的心，无论是司琴、服侍主你的带敬拜的司会，以及每一个伫你面前用诚心诚意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主的人，阮拢要诚做主你祝福的百姓。愿上帝你祝福阮，互阮每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用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上帝你的心意。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愿上帝你祝福阮，带领阮下面的时间的祈祷。阮要为着国际、为着社会、为着你的教会，甚至为着上帝你所托付予阮的性命，阮拢要为着安尼的事来献上阮的恳求。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圣神充满伫阮中间，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首先，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全台湾甲国家每一个国家，为着公义的显明，甚至会当伫自由的国度的内底，通互每一个国家的百姓会当得到平安的生命来祈祷。这个时邀请咱来为着国际的社会，为着咱台湾来献上恳求。咱伫祈祷的中间，邀请咱，你若欢喜，你若意爱，甚至你若较无的，请你大声开声来学乐，开声来主恳求。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主，阮称君主你的名。主啊，阮要为着上帝你的国度，会当行伫世界的大家乐来献上恳求。主，当福音传教的所在，阮拢意爱，阮拢思想，嘛是上帝你要互全球每一个属于你的囝儿百姓，有生命活开的人，拢要伫公义的国度的内底来得到迄个自由的平安。主啊，愿上帝你赐福，愿上帝你坚固。阮知有全球有每一个所在，还阁有侪袂捌主你的领导者，当因用因的思想，用因的念头来得引带国家甲百姓的时，阮嘛知有真侪人为着安尼来受到捆绑，为着安尼来受到迫害。主啊，恳求你怜悯，恳求主你亲自行你公义的权柄，伫遮的国家，愿上帝你赐福，愿上帝你坚固，愿上帝你亲自帮赞。主，阮相信这是上帝你爱阮，常常为着遮的人来献上恳求祈祷。愿上帝你听阮祈祷的声，搁一摆来坚固，搁一摆来赐福。阮要诚做因大道的勇士，愿上帝你亲自诚做阮的帮赞，互人会当伫你备办的好所在来经历迄个生命平安甲赐福。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
主等阮称呼耶和华上帝，你本是好，你的慈爱嘛永远伫地的时。主啊，阮嘛要为着全球有侪侪国家人民伫受迫害的内底，因无法度通享受着生命应该有的自由、甲平等，甚至平安的时。主啊，愿你怜悯，愿上帝你赐福伫遮的国家的领导者，帮助因，互因会当超找着什么是真实生命的意义，互因明白因的生命嘛是上帝你所创造。求上帝你赐福，帮助伫每一个需要得救的国家，互因的领袖对因的头、对因的领导者、对因的人民的观念甲价值观，会当真实来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宝贵。主啊，愿意爱，愿亲近主你，愿真渴望伫阮的生命中，通因为亲近主你来得到生命的平安甲祝福。阮嘛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平安赏赐伫这国家的人民。主啊，当阮欢喜唱歌阿乐主你的名的时，主啊，阮毋但感谢主你，阮嘛要为着看见这国家的人民会改变、会得救，阮心内嘛要对你欢喜甲快乐。愿上帝你赐福阮，常常一无跨路，只有单单靠着祈祷、恳求甲感谢的心，将阮所需要的来向主你献上感谢。阮相信上帝你要将平安大大赐福伫阮的生命，当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二项，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会当建立成做一个复兴祈祷的小组来恳求。教会小组毋是要成做一个人甲人只有欢喜自集做伙来伫遐分享拿定，较要紧是互咱的小组成做用祈祷，成做互相带祷，互上帝的平安同在会当进入一人的心。所以咱会当看咱的这个 PPT 吼，咱会当为着你会当开目睭、开嘴、开声来祈祷，为着这几个红字的事项吼。咱的祈祷，咱的小组会当带出上帝平安、上帝同在。咱拢知影上帝有甲咱三甲地地无？有啦，但是有当时咱的生活、生命活起来，咱无亲像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啦。所以咱要常常伫咱的小组，为着咱的小组长，为着咱的小组员，来恳求上帝的平安的同在。佮一摆临到伫咱的组员甲咱的兄弟，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祈祷会当带出。会当互人去拄着耶稣，去担着耶稣，去款的生命的香味，甚至互咱的小组，互咱的祈祷是带来官兵的快乐，甚至会当应付咱生命的危险，完成上帝所意爱的大使命。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咱的教会的小组，甲咱关怀的事工来祈祷，互咱的教会小组成做一个会复兴祈祷的小组，毋是成做干那伫遐欢欢喜喜分享拿定。较要紧的是将上帝的疼、上帝平安甲上帝福音分享出去。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愿亲近主你，恳求上帝你将你的平安赏赐伫你的教会，互你的教会的小组、逐教会的小组，伫做小组长的训练，伫做小组的事工。愿知毋是形式的改变，较要紧是阮小组的内底的人。信徒会当活出有上帝平安同在的生命。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阮时常做主你的工，但是阮的生命若无亲近，拄着耶稣，谈着耶稣，迄款生命得救的香味，迄款要救阮生命奉献的生命时，主啊，阮的心得到的福音检采也无够。求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互阮伫祈祷的内底。通带出有官兵的快乐，有医治的快乐，会当祝福人，甚至带互阮的生命带来快乐，来引带阮头前的道路。主啊，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的祈祷，当阮的生命祈祷有快乐的时，主阮相信，当阮的应付伫阮的生命所拄着的危险的时，阮的祈祷就要带来平安的快乐。阮的祈祷就要为阮的家庭、为阮身躯边的人带来盼望。愿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的祈祷，互阮时常无论小组，无论逐角落，阮用祈祷来起造上帝你所欢喜的殿。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会当
互阮的生命通完成上帝国大使命的工作，互得救的灵魂会当加添拿做。主啊，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恳求，愿上帝你的殿成做祈祷的殿，愿上帝你的殿成做感谢的殿，愿上帝你的殿成做传福音的殿，互最最也袂捌主你的人通得到平安。同心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第三项，咱要继续来为着咱的教会，会当建立学生甲青年关怀的机制来祈祷啦。教会若无青少年，若无少年朋友的加入，我想迄是一个无好的现象吼。所以咱就爱为着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新的所在的厝体，咱嘛就爱为着这青年的祈祷来祈祷。牧师常常带这青少年用祈祷来成做因生命上好的帮衬，毋是我的陪伴哪定，要紧的是咱每一个人用祈祷来教导这个青少年朋友，或这个青少年朋友用祈祷的操练，互因的生命会当更加勇壮。所以邀请咱做伙来为着这个细囝学习祈祷，学习用祈祷的操练，甚至帮助因伫家庭关系建立有好好的关系。嘛，求上帝帮助这个细囝、青少年朋友学习奉献的心。所以咱做伙开声来为着这个青少年朋友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我要为着你的教会内底的青少年朋友来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引带因，伫因日前豆开始进入你的圣会，阮的心毋若欢喜迎接因，阮就爱更加付上代价，为着因的生命来献上恳求。主，阮知，阮做主你的工，阮爱用祈祷，为着阮所参与的团体，为着阮所参与的青少年，为着阮所参与的每一个圣歌队员，为着阮每一个参与伫圣会信徒来献上恳求。愿上帝你赐福，伫每一个参与你圣会的同工兄弟姊妹，互因会晓祈祷，互因用祈祷的操练，成做因生命上好的瓦壳甲帮衬。主啊，阮的生命需要你，阮毋但会当伫家庭建立一个好好的关系，阮嘛会当伫教会内底，甲人甲上帝会当建立好好相听的关系。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为着这青少年朋友来祈祷的时，阮嘛要看到这青少年朋友生命的改变，毋但因生命的改变，嘛要祝福伫你的教会。主啊，愿上帝你赐福，特别阮要为着你的教会所托住治安兄弟，伊成做青少年朋友的领导者，恳求上帝你帮助伊，嘛成做一个大道的勇士者，常常带这青少年朋友用祈祷、用陪伴、用分享的生命，通建立一个三听和睦的教会。求上帝你赐福伫阮每一个关怀这青少年朋友的同工甲正中节，互因毋但用因的时间、用因的生命，煮这饭来分享互这青少年，嘛常常带这青少年来分享生命，经验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愿上帝你赐福，互这青少年朋友，因来教会领受这福气，互因着爱搁较感恩，感谢上帝你满满的赐福。主啊，大叫教会豆成做一个分享的教会。阮嘛要互每一个亲近主你的人，会当搁较学习着感谢上帝的心，毋但互因会晓感谢，嘛用因的奉献，用因的生命的奉献，通成做主你欢喜的器具。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愿上帝你甲阮三甲必得，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来为着咱的教会的信徒。灵性生命的建造来祈祷，你的生命，咱的生命，拢是要毋但亲近主，咱的生命就爱伫不断操练的内底吼，来成做上帝所欢喜。所以邀请咱用祈祷的操练，用咱的生命的内底嘛相款有这款家庭和睦的关系，甲奉献的心，咱做伙来为着咱的生命的起造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
阮要为着阮的性命的建造来献上阮的恳求。主啊，阮祈祷操练欠缺，阮时常看见世界，看见新闻节目，看见阮周遭侪阮所意爱、阮所希望去了解的事，但总是阮欠缺甲主你搁较亲近主你的机会，就是操练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毋但不断伫祈祷的内底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恳求上帝你嘛帮助阮，互阮伫不断操练奉献祈祷的操练，甲家庭和睦三听的关系内底，来起造一个上帝你所欢喜的生命。主啊，当阮甲主讲，主，阮期待阮的生命，正做主你所讲，好搁尽忠会行义甲罗卜的事。主啊，愿上帝你嘛帮助阮的生命，谦卑顺服的心。每一摆你来到你的面前，安静落来的时，毋但伫教会，伫阮身躯边，阮伫休息的时，拢用祈祷来主你献上感谢。愿上帝你赐福阮，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教会，互每一个信徒伫祈祷的内底，伫家庭和睦的内底，伫奉献感谢的内底，活出上帝你所赐福加倍丰富的生命。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时邀请咱做伙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做伙来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带阮得入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现在平安，平安，真欢喜，甲咱大家做伙来敬拜，学了咱的主上帝。请你也甲你的这下边仔的人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学了咱的主上帝。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感谢主，咱来诗篇安尼讲，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拯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来欢呼。搁一摆来想，主对你的疼到安怎？主的疼，主的疼。我的心忧伤痛悔，要怎个行险？最困巴当当，我袂看得你的疼。主，你看我做宝贝，听我做宝贝，唔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唔免搁着惊。我心忧伤痛悔。我怎个行行，最困巴当当，我袂看得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唔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唔免搁着惊。主你需要我，坎坷也开阔，绝无什么话当听说。主你的疼，引导我的路，保护我，对待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什么话当听说。主你的疼，咱用感恩的心来吟。
我的心有相通话，要怎个行呀？坐坐困巴当打，我袂牵伫你的听，主你听我这宝贝，毋捌放松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坎坷也开挂，全无啥物话当挑选。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达到永远，坚持无变我，全无啥物话当挑选。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需要我，坎坷也开挂，全无啥物话当挑选。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达到永远，真心无变我，全无啥物话当挑选。主你的听。对达到永远，坚持无变我，全无啥物话当挑选。主你的听，主感谢你，你的听做阮的保护，一路引带阮，互阮的人生无论拄着啥款，你拢做阮的关台，做阮的避难所。主啊，阮感谢你这款的恩典帮赞，互阮得到透放。阮感谢你，摕去阮所有的重担，摕去阮的伤悲，阮的嘴要充满学了你，阮的嘴要充满学了你的名，学了你的名，哈利路亚，学了你的名，学了主的名，哈利路亚。这款的恩典，同款，咱用咱的嘴来学了咱的主对咱的恩典。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用感恩的心。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
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既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感谢主，伊摕起咱的重担，摕起咱忧伤的代志，咱的嘴实在都爱充满感恩、俄罗的声，俄罗耶和华，俄罗耶和华。咱要起立来吟，你若不方便，你会使坐咧。来，俄罗耶和华，也双手来宣扬。我俄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也鼓双手宣扬。我俄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献心敬拜永无算。再一摆，俄罗耶和华。我俄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双手宣扬。我俄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献心敬拜永无算。万军的君，万能的王，万军。万龙的王，我帕罗，伫你宝座前，早在今在，永远的主，多多地看地尊重高荣耀。我俄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双手宣扬。我俄罗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算。万军的君，万能的王。我
信心敬拜永无衰。我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衰。咱将掌声献给我们的神，献给我们荣耀的主。谢谢，请坐。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嘴充满感恩，嘴充满阿罗。咱的主实在真疼咱，咱是伊所要见证的。咱要见证伊的名，伊会将伊家己的荣耀伊家己，伊无要将荣耀归乎假的上帝。咱感谢主，伊做咱的帮站。感谢主，伊先疼咱，咱才有法度，互咱的疼甲世界无共款。感谢主，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我们来，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来，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我们来，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来，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来，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来，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虽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来，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的主，我的王啊，你奇妙的大作为，叫阮只有幸福伫你面前。万主的主，万王的王，有你做阮的瓦靠，阮实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愿荣光拢归乎你。感谢你拣选卑微小可爱阮，看做你宝贝，这是何等的恩典！阮感谢安尼恩典临到我的心上。主啊，因为你先疼阮，因为你先疼我。阮才会知影要安怎去疼，也将这个疼分享给阮的厝边隔壁。主啊，阮感谢你，先做互阮看，阮有你做阮疼的模样，阮就会使来学习。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这款好的恩典临到我的心上，临到阮的心上。主啊，阮今仔日来到你的殿院，愿你也感纳阮的敬拜学乐。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目，来看见，来听见你律法的奇妙。叫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圣神帮助阮，会晓得来谨慎遵守你所吩咐的诫命。阮也愿意全心全意全力来听主你，阮也要全部来靠主你。主啊，帮助阮用微微仔笑，帮助阮会晓去原谅、包容，甲阮无共款的人，甲阮无共款的意见的人。阮知影有你听的所在，迄就是天堂。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亲自来帮助阮，来安慰阮。阮的忧伤痛苦，你拢知影。阮真正感谢你。做阮上水的黎明，送互阮。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愿你听阮的祈祷，感纳阮今仔日所献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恳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咱来用新的诫命来应用主上帝。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亲像主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嘛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三甲的启用。启用文第10篇，诗篇27篇，
我来客，兄弟来引。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要着听啥人？上主是我的性命甲保障。我要着听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滑倒失败，虽然大军占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犹原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我追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互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秘伫伊厝内，伊互我捌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也悬，超过我保卫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剂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唔插我，求你毋通生气，赶走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山，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唔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道，因为对敌在等等，求你带我行偏袒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互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深信一项事，要我第一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要勇敢壮大。着信靠上主。学乐，咱即时圣歌特别学乐的诗歌是，咱着对主唱歌。上帝，这是咱来强头上帝的话。
记载伫以弗所书6章18节到20节，以弗所书6章18节到20节，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以弗所书18节，要用逐项的祈祷来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遮个，为着拢总的圣徒恳求，无亚线19节，也替我求，互我开喙，好胆来讲人，互知影福音的奥妙。为着遮个，我要做挂铁链的钦车。20节，我也求，互我的即个奥妙的好胆，照我要所讲的。即是咱请咱国父师来正道，伊要正道是培养良好信仰习惯。第2篇。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身躯边的兄弟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稍等一下吼。书较悬吼，所以伤过加种目睭无介好。真欢喜，咱三甲做伙敬拜咱的上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陪伴阮的心，感谢你的灵充满伫阮逐人的心内，互阮会当伫感动的内底，要做伙来领受上帝你话语的奥妙。愿上帝你通过阮伫今日的圣会中。互阮毋但领受着圣神的感动，嘛互阮会当将上帝你的话语对阮所启示生命，要怎样来培养出一个好的信仰生命习惯，互阮会当活出生命应当有的香味，会当见证上帝，嘛互阮身躯边的人因为阮来得到祝福。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伫顶一次吼，2礼拜前牧师跟咱分享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爱有啥？爱有属灵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会当咱爱有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迄款成色，甚至会当亲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的模样，然后怎么样去为主做工啦？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吼。认捌耶稣，你嘛着爱为主做工；认捌耶稣，你嘛着爱为主做工。所以今仔日我会跟咱分享见证，伫咱教会上帝真正咧开路，是帮助咱的教会会当青少年开始有青少年，甚至通过这青少年，豆咧参与伫咱教会迄款的喜乐甲委身的工课，互我的心非常的感动。所以福音的讲传真正需要咱大家共同做伙来努力啦吼。所以我相信，这款的信心是哪服侍、哪甘甜，甚至哪传福音、哪有开力甲毋茫吼。今仔日牧师要跟咱分享这个要紧的信息以前，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以弗所书第3章第8节，这是保罗伊讲啥？伊讲我是咱看上正手边迄边迄个台语的吼。伊讲我是正圣道中，正圣道中上第一岁得到这款的恩典，守事我的，通将啥？通将基督未测度得的不传互啥？外邦。哇！这保罗讲着这短一句吼，讲着足侪重点。第一项，伊认为伊是一个啥？上智未岁。咱知保罗是圣经内面，咱知影伊是。这个书卷吼，写的批信吼，或者正教会内底吼，会当讲是咱的信用珍贵。但是伊伫正人的面头前，伫以弗所的教会内底，伊即个时阵是伫坐监的哦。伊坐监的内底写即封批信吼，以弗所的时阵，伊称呼家己是一个智微岁，意思讲足谦卑。所以甲你边的人讲，要互主用的人，着爱谦卑。意思讲服侍人毋通高高在上。佮较安怎？你一定爱安怎谦卑。有人甲你讲话，你着爱谦卑。人也愿意甲你分享建议，咱嘛着爱谦卑。保罗讲，得到即种的
恩典，修饰我的，通将基督未测度得到的富裕，安怎传予外邦？意思就是讲，伊领着即款的恩典祝福，是啥？是耶稣基督予伊的即款的丰富，伊毋茫期待去甲伊分享出去。所以，甲你边的人讲，你若有感动，你就爱分享。安尼了解我的意思无？保罗的意思就是安尼啦。伊讲伊对上帝遐得到即款的恩典，遮尔宝贝，伊期待讲将即款的恩典甲伊分享出去。所以兄弟姊妹，我嘛咧思考，我即摆讲的拢含今仔日咱即摆咧看的即段圣经啊，即个主题吼，也无关系哦。但是这是关系到咱要安怎样来培养一个好的信仰习惯，足要紧的一个态度。吼咱来思考吼，咱的大桥教会的名叫啥？大桥啦。吼，若讲到大桥吼，咱也知影讲过去大桥教会703吼，会当讲是啥小桥啦。为虾米？有一摆吼，有一个长老吼，咧参与伫咱教会建堂相关的讨论的内底，伊甲阮讲，伊讲正当讲啊，牧师啊，咱的教会未来的教会，恁敢有看到迄个远景啊？亲像恁的名相款啊！了解我的意思啊？如果咱若想象过去，咱伫703，毋是讲无好。牧师要讲的是，咱是活伫是一个安尼都好的世界，或是咱是亲像咱的名相款。人讲名副其实啊，的意思就是要怎么样？你的名要跟你的实在是怎么样？是一致的。意思讲，你口口声声说要有爱心，但是你做不出来有爱心，安了解无？但是咱的教会真做大桥，但是咱的做工看亲像像小桥流水一样，让人看到只是一个小桥。所以牧师伫建堂的中间，我一直有一个期待，无论咱的事工、我们的事工、我们的愿景，我们要做大。跟你旁边的人说，做大要靠上帝。做大唔是要做比人较大，我比你较大，唔是这个大。做大是啥？做大是你所做的工课，你的眼界会开阔。所以保罗当伊咧更加的在以弗所的教会信徒咧讲，虽然伊伫软弱受坐家咧互掠的中间，但是伊要犹原鼓励这信徒讲，你唔通忍心倒退，唔通互这外在异教的这世界来影响到恁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牧师伫基督中对大桥教会有一个足新的一个意向，就是期待讲咱大桥教会会当伫啥物？伫5万的内底爱建造啥？来，恁看 PPT 吼，恁也会使看有字的，会当学习看一下吼。爱啥？建造一个会当搁生产的工人的理想啦。啥物叫做搁生产的工人？这有一个头家吼，我捌甲问过，我讲头家啊，恁的工厂吼，是安怎即马咱无啥请人啊？这头家甲我讲吼，无工课是要请啥物人啊？了解无？无工课就毋免工人嘛，敢毋是？所以这教会毋通讲牧师我无要做工啊啦，我忝啊。意思来讲啥？福音的工课就会减少，所以教会工课爱互做啥？爱细节爱做啦，爱看到有项啥物代志，咱会当做就做。所以我常常鼓励这治安咧辅导这青少年朋友，你爱比因更较骨来看到啥？倒位有啥物工课，爱分派工课互因做，毋通互这囡仔来到教会读册读的食饭食饱差不多7点的时间就无代志做，嘛毋知要创啥。其实有足侪项工课当互因做。伫教会内底，咱嘛相款。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领受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有盼望去怎么样，成为一个再生产的工人。有人甲我讲，牧师，恁足好大，生4个囡仔，要生4个囡仔，这个世代是无啥可能。但是对我的信心是，哪服侍上帝，哪伫教育子女的内底，我是哪来哪开阔的心智。甚至哪来哪勇壮，我知影，我已经完成叫做生产工人的啥的理想目标嘛，敢毋是？上帝亲像圣经内底话，甲阿伯拉罕讲，我要互你的子子孙孙亲像天然的星遮尔多。所以我等我看到后迄基督徒生5个、6个，佮为着安尼还抱持着说，我还要继续加油。所以我要鼓励在座的年轻人、社青不要想说我不想嫁了。咱做爸母慢慢讲阮查阮囝后生无要嫁啊，无要娶啊，
唔通安尼，咱要搁会使一个年龄当中，我们要把握机会。所以教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以上就是无论伫职场、家庭、生活、工作的顶面，咱爱培养一群训练好啊，已经被训练好啊，有一个好习惯、信用习惯的工人啊。所以啥啊人讲一间教会无法度传福音，是因为这间教会信徒拢无愿意成做一个被训练、被培养好的工人。所以咱的教会若安尼的话，你会发觉，迄人是会哪来哪少，甚至老的豆豆退，然后少年拢无入来，这间教会豆豆就衰微落来。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有足深的感触，特别伫大桥教会嘛看见这个异象。今仔日吼，咱昨吼有办这个提摩太牧区。提摩太牧区是伫会当讲伫咱教会建堂的期间，因为同工会离开，因为欠同工欠工人，咱欠缺这服侍的志工。后来，阮做伙中一同工伫基督的中间，阮就邀请属会长老来成做咱这个牧区的这个领导者，吼，来陪伴这个青少年朋友。所以伫疫情的中间，牧师嘛跟咱分享，上帝将这4个国中生带入来教会。这4个国中生，因伫即礼拜内底嘛带来，佮带一个青年入来。这个青年是国中1年的学生。礼拜1，伊就来到教会。礼拜3暗时，阮伫遐咧开讲的中间，伊甲我讲牧师，你知道吗？他礼拜1早上才在学校刚跟人家打架。我说为什么跟人家打架？难道他礼拜1会知影日时相拍，暗时来教会要来忏悔呢？其实毋是，我知影即个青少年，伊知影什么是好。伊为什么相拍？因为你学校看一个同学即个学长招伊去外口面翘课去钓虾啊。伊后来想想毋对，我无要牵伊去。后来伊讲伊无要牵伊去了后，即个学长然后活倒转，甲伊啥？甲伊毋是甲扒了，听讲搁要安怎？搁要甲伊讨钱，讨500块。即个囡仔伊就牵伊拍，结果迄个学长互伊拍输伊。我认为来一个这个青年，伊闪啊！我听伊讲伊明年伊期待咱成做国中学校内底篮球队的队长。哇，优秀的青年就安尼行入来教会。礼拜1来参加咱的陪读班，礼拜3查经班的内底，毋是礼拜4啦，吼，礼拜4。后来我去跟伊讲的内底，即礼拜昨就跟阮做伙出去提摩太牧区带细囝。我的上细汉的囝儿宇恩，拜5的时阵讲，爸爸，那个幼宇哥哥有要去吗？哇，你看，迄个关系连结就是遮尔紧，代表是啥？代表咱的付出的关心达到功效啊！所以兄弟姊妹，遮个囡仔，咱会当看见吼，昨吼去吼包括即个木泽、木晨吼、秀华姐孙啊，甲遮个妈妈吼，这个雨慧、雨虹吼咱通过即摆活动是安怎训练遮个囡仔呢？训练遮个国中生是去带细囝哦，带国小的囡仔哦。所以这国中生吼，因是真正为心奉献，所以这囡仔因毋若来教会，你看这咱的每一个，咱的同工拢已经诚做这个孙德甲伊的太太伊的太太本身嘛伫国小拢咧做志工导护就是因带这交通囡仔咧上学，我感觉真感谢主或者的咱的幼儿甲这妈妈家长，看咱教会或者的同工，拢会当做真好的记者，这头拄这是我的妹妹啦，这我的妹，这孙德甲伊太太搁一摆甲伊求婚的款这我的细囝穆恩甲雨恩阮做伙伫遐翕团体照，在白色教堂，感谢主伫顽皮世界这一日游里面呢，每一个同工拢是从无到有，对袂晓做事工到会晓。其实讲实在，即摆这个青少年是头一摆做教会事工。但是伊愿意个为心，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咱的教会需要好好来培养，亲像保罗，伊知影当人伫外在环境受到侪迫害，甚至侪异教或者的思想、的思维的内底，咱就爱更加帮助这信徒伫好的习惯的内底行正确的道路。所以，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就爱行伫上帝的道路，就平安。行伫上帝的道路，就平安。
所以咱顶一次咧讲到讲要培养一个好的信用习惯。我再讲一次，要培养好的信仰习惯，我们一定要先学习培养好的习惯，还了解吧？卖讲信用习惯就好啊啦。啊，有啥物习惯？咱过来复习一下吼。第一项习惯的养成会为咱带来啥？庞大的复利哦，会有好处啦。啥物好处？啥物好处？亲像我咧甲这个囡仔讲，我甲这个高中生讲，恁的习惯爱改变，唔通去讲错干交，坏话不要说。哦，这家伟吼，感谢主。来教会拢是咧讲543讲这学校安那迄人安怎安怎。来到教会，我甲讲，恁茫阁讲这，点咪？好好去讲造就人的话，祈祷的话，祝福的话，介绍教会的话。哇，即马吼，这囡仔新来的朋友若来吼，这家伟了安怎？开始甲伊讲哦，要祷告哦，牧师有教导要祷告哦，礼拜天要来教会要奉献哦。安尼有好无？好啊，哦，所以爱教导，我们要教导正向的教导，习惯养成以后，它会带来好处。所以这个囡仔原先伊嘛袂爱去好好读册，开始拢照正常时间去学校的辅导甲学生，歹囡仔拢甲伊讲，嘉伟，你即马哪变了无相款？感谢主，这就是教会开啊。我讲你有甲因讲，我去教会啊，我去大桥教会啊，所以我期待咱的教会已经无相款。已经开始带出无相关的应用来，习惯的养成会带来很好的复利效应哈。第二个，好的习惯必须要怎么样？养成必须要比设定目标更重要。有真侪人设定足悬的目标，我要安怎样？我要安怎样改变我的家庭环境？但是习惯拢无要改变，无要早困，也无要早起来，做工课安怎？安尼慢吞吞，也不做规划。所以兄弟姊妹，规划咱唔爱规划。目标较要紧的，我感觉迄个习惯爱养成好，所以咱就爱记得所以咱会记得，咱有几个习惯，咱会让这回来讨论哦。第一个，无迟到，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迟到就是要早到，不迟到就是要早到了哈。你若无要迟到，上好的方法就是较早来的。所以咱为什么9点要做回来祈祷？咱会当安静落来，好，会当互咱伫开始敬拜的中间咱看个慧娟姐带歌的内底。伊虽然声音拢无介大声有当时噪音，但是伊用做认真哦。讲牧师，你若出去外口面无款你甲我讲我愿意，我愿意来承接这个带领的功夫。过去伊当来到教会，伊感觉伊无法度人带歌，但是伊即摆带歌，伊是完全顺服甲委身。所以当你若无迟到，当你会晓考虑别人的感受，你嘛会当互家己增加更较侪时间来亲近上帝甲亲近人第二，咱无讲闲话，会记得，咱常常咱想讲无牧师我只不过是咧分享即个人的问题啊，我所拄着的问题啊，兄弟姊妹，咱拢毋免想讲上侪，只有行一样代志思考。你问家己，你是咧制造问题，或是咧提出解决的方法？爱了解无？所以会记得，咱身躯边的人有你跟你有小可有冲突意见，拢无要紧，只要咱安静落来。求上帝帮助咱学习，莫去讲闲话吼。第三，不拖延，就是安怎？无拖刷，就是唔通变单啦，较骨力的吼。第四项，咱无讲歹听话，无讲白菜，就是爱先改变做一个无相款的人，用无相款的事。今仔日牧师要用上帝的话，搁一摆来教导咱，培养一个好的习惯，一个要紧的观念。观念第三吼，顶一处吼，我要讲这以前吼，咱来看一句话，叫做啥？鱼靠流水，人靠啥？喙水吼。这句话我真爱，因为在过去我我的爸爸去钓鱼的时阵我的爸爸会甲我讲爸爸是安怎你去钓鱼拢钓有我家己去钓鱼，同款的鱼是安怎我钓无啊？阮爸爸甲我讲你敢有看流水？流水就是互鱼安怎？不是生长。鱼它生长的空间，它行进的路径，所以呢，流水真要紧。流水就像咱即摆咧讲现流的鱼现流的鱼的意思就是安尼，迄是上青的，迄是啥？伫迄流水的中间，你钓到迄个上头一批，迄是上好的上青的鱼所以鱼靠流水，人爱靠啥？喙水。意思讲你讲话爱晓看世面讲话唔通黑白讲所以呢。咱人
咱人吼有当时咱做代志吼，袂晓看世面，啊，讲话佫无要看世面来讲话吼，有当时就安怎造成冲突，造成侪问题。所以兄弟姊妹，他拄仔咱唱的这个俄勒的诗歌讲啥？只要微笑，只要什么？只要原谅，好，有爱的地方就怎样？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很有趣，咱的生命爱培养出，当咱安怎看到无好的代志，无好的代志，微笑的，这是上帝要给我的学习。好，要我来学习，我原谅他好了，求主你怜悯我，也怜悯他。安尼就好啊，祈祷就了啊。然后感谢主，我感觉我进入那像会进入上帝为我备办生命的天堂。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生命。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一个习惯养成的第三个观念，叫做身份的认同。兄弟，甲你边仔兄弟讲吼，你爱认同我的身份。我嘛学习认同你的身份，来，甲你。基督徒一生上困难了解蒙福的观念，往往是咱讲靠主，但是咱的生命活起来的生命，拢无亲像靠主的生命。你有阿门无？真正是安尼呢。哦，讲我靠主得胜，哦，唱歌也说靠主得胜。可是活出来的生命，每天欢乐、忧愁、快乐、唠叨的话一大堆。兄弟姊妹，这叫做不是靠主的生命。所以，在咱的生命内底，咱爱了解，靠主得到光强，唔那真做咱的生命。咱爱亲像以弗所书，咱今日所看圣经在第6章，你去对头第1节到第20节咧讲起的，特别伫14节到17节咧讲到，要安怎穿迄全副的军装啊？要安怎穿全副的军装来做征战？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18节到20节是征战的方法，但是咱知影，咱有这军装，有这办法，咱要安怎样？这军装有啥物吼？咱做伙来看一下吼。救恩的头盔，哦，救恩的头盔，我们的头盔头脑都在做什么？思考啦，思考啦。咱知影，咱的救恩是对倒位来？啊，救恩对耶稣基督来啦。对不？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嘛，救恩嘛。但是呢，外在的环境，我要问你，请问你得救了吗？好像我在想，好像还不太得救呢。了解我的意思吧？你的思想，救恩的头盔，你的这个头盔要戴好，免得别人跟你讲一句话，你得救了吗？你开始想，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救恩的头盔，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洗净我的罪，留下他的宝血。公义的护心镜，公义是什么？顾你的心呐，做好啦，爱做上帝好的代志啦。你有咧做好代志无啊？还是咧为着你家己的？注意哦，无共哦。为你家己所好的代志，还是为上帝感觉好的代志是无相款哦。护心镜，公义要有公义。你做的好代志是为着你家己的利益，为你自己的利益来做的，那不叫公义，那是为你自己，那不是公义的事。会护心镜很重要。还有什么？真理的什么腰带？这个军人哈，古代军人他们要打仗，这个腰带很重要。这个腰带代表的是什么？这个腰带很重要的叫做做主的弓啊。好，做好扎紧以后，我要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要知道我在做主的工当中，什么是对的事情。所以这腰带你下不好，你安怎？你讲不出来。好，我们说要讲造就人的好话，但是对的事情你都搞不清楚了。好，错的事情了解一大堆啊！算了，我不跟你讲了，懂我意思吗？所以咱来知影，真理的腰带真要紧。还有啥物？有平安的啥？福音鞋有没有？平安的福音鞋，我们走路做什么事？都要什么呀？好路坏路，我们都走了，但是我们走的都不知道有没有走在平安里面，还了解吧？好，所以咱来知影平安的福音的鞋啊，重要是咱在做行什么路，咱来清楚。信德的顶牌，这个信心跟好的品德，我们要时常做这个盾牌，挡好
要做好把关，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品质来做好把关。像你今晚加叫做请专户的群众，但是呢，我若再讲了吼，你可能会开始思考，这侪项我多，我可能无法度。甲你边仔兄弟讲吼，你要有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就是精简的方法。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他对我讲，那个穿上全副军装吼，其实从以前咱较早咱就拢咧听，专户的军装咱拢知影，但是咱要用无好用，吼，我感觉咱爱先了解精简的方法是啥。咱今日来看今日圣经在讲安怎，伊讲着靠圣神专心祈祷，这是第一项。第二，好，这个黄色的部分，哈，荧光的部分。第二个，要常常祷告。第三个，就爱不时警醒，时常着为着所有的信徒祈祷。哇，这讲着三个生命要紧的重点。一个好的信仰习惯，咱需要有好的生活精进的方法。你有阿妹无？但是我搁讲一摆哦，一个好的信仰习惯。你需要有好的啥？好的生活精进的方法，这阿门吧，会当理解啊吼。好，你若有好的生活精进的方法，你就有法度通轻松去抵挡所有无好的消息的侵扰、的攻击。啊，你搁有了解啊无？所以方法有要紧无？足要紧。要生囝，你嘛得爱有方法呢。敢毋是？我头拄仔讲要生产的工人，我们要有方法。方法是什么？我们要受装备啊，受造就啊，所以我们的心要敞开啊。来，我们一起来看，他说要靠圣灵，靠信行。啊，这个华语哈，这个最左边是写什么？靠着圣灵啊！哇，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怎么做啊？各位弟兄姐妹，怎么靠圣灵？啊，要安怎靠信心？你敢知影要安怎靠信心？到底你的祈祷是靠信心还是靠家己啊？了解我的意思无？常常咱咧祈祷就是安尼嘛。想到牧师的祈祷，还是当工咧做中级的祈祷、长老的祈祷，拢靠着信心的祈祷。但是我祈祷拢唔敢讲呢。哦，你若认真思考起来，有真侪时阵，咱的祈祷拢无靠信心祈祷，咱的祈祷拢是靠家己的需要咧祈祷。注意哦，我搁讲一摆哦，靠信心的祈祷，甲靠家己的需要来祈祷。无相款，靠家己的需要来祈祷，你所祈祷出来的内容，甲最后所要行的路，你会感觉无平安。但是靠信心的祈祷，你会知影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上帝的心意。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罗马书第8章26到27节，伊讲亲像安尼，咱软弱的时，信心嘛有地安怎，甲咱扶持哦。因为咱唔知影要安怎祈祷，毋过圣神家己用话袂当表达的吐气，安怎替咱祈祷？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我知道那个这位姐妹哈，刚来教会第2次哦，第二个礼拜，她还没有信主哦，她也不会祷告。可是我要教导你，告诉你。当你靠着圣灵的祷告，圣灵要用我们说不出来的祷告方法来为你祷告。听你今晚信心搁安怎？甲咱讲哦，讲了解人内心的是什么人？鉴察人心的叫做上帝啊。谁是鉴察人心的？是你先生，是你太太吗？不见得呢。有时候那个牧师女讲啊，我太了解你哦，你要创啥？你也毋是我你也知。有当时我也讲啊，我太了解你了，你即摆会安怎会安怎？牧师娘嘛会晓讲，你也毋是我你也知。监察咱人内心的是啥物人？是上帝。伊讲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照着上帝旨意来替信徒祈求啦。所以咱的祈祷是爱靠圣神，毋是靠家己会晓祈祷。靠家己知影要安怎祈祷的讲法，不是，是爱靠信心。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学习靠圣灵来祷告，一起来学习靠圣灵来祷告。上帝话意爱咱常常会当明白，
审查家己的祈祷，是到底是靠信心，还是靠家己？靠信心的祈祷，会了解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爱咱做什么？自然伫你的祈祷的中间，你会哪祈祷，哪知影要安怎行。所以兄弟姊妹，约翰福音书第16章第7节到第8节讲，不过我着将实情甲恁讲，我去是对恁有利益，因为我若无去，为着者就袂来恁遮；我若去，我会找伊来恁遮。伊来的时，会甲世间人指证，因对罪、对义、对审判的观念有错误。我用华语讲一遍吼。然而，我将实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好，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段圣经才是耶稣咧讲什么？伊咧讲吼，伊准备要去啊，意思讲伊要受难了，要用钉十字架啊。伊要受难的时阵，有真侪门徒讲哦，耶稣啊，你唔通去啊，啊你去啊，阮要安怎办？所以耶稣甲因讲。我若去，是变啦，是对恁有利益的。啊，我若无去，我如果没有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请问耶稣有去啊？无去啊？有啊，耶稣都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为救赎我们的罪了。那现在是什么东西在带领我们？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圣灵。所以，咱伫祷告当中，祈祷的内底爱讲靠信心的溃烂。靠信心的溃烂会帮助咱做什么代志？就是咱看第8节讲的，他来了就是要让世人知道罪，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好，为审判，为自己责备自己。兄弟姊妹，咱伫祈祷中，你会看到家己的问题无？你伫祈祷的内底，你会愈来愈谦卑，甚至流目屎，讲主啊，我真正做唔到代志无？这叫做认罪，所以每一摆祈祷，咱都得爱靠信心，求上帝帮助咱。咱学习认罪，认罪不是你杀人放火做那个犯了什么罪，重点是你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软弱跟不足。我甲我的太太无枢纽，有真侪时阵，你若听我讲话，头一次熟悉我的人会感觉讲我讲话什么，敢若什么拢对，对吧？啊，无枢纽拢无要讲话点点的，他是被欺压的，爱了解吧？可是呢，当每一次我若做唔到代志，甚至会感觉讲，想要关系好不了，那个问题在哪里？在我自己身上。你敢有了解？所以兄弟姊妹，夫妻、家庭、和睦的关系嘛是相款。咱来常常带咱的另外一半，常常伫不足、软弱的内底，用祈祷、用祷告，让圣灵来亲自对我们说话，来对我们的家人说话。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兄弟姊妹，唔是你有祈祷，唔是你会晓做工，你会晓灵修的习惯就好。要紧，咱来培养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就是靠信心来生活。好有一段圣经在加拉太书第5章25节到26节，安尼讲既然咱靠信心在活，咱就顺探信心来安怎来生活了。所以呢，我们看的都是华语。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其实你若看台语，你也更加容易明白。靠信心在活，我们都是靠圣灵在活着平安的道路。但是我们也要顺着圣灵来生活、生活。咱唔通追求虚荣，唔通彼此击溃，互相嫉妒。来，后壁这句咱做伙来唱咱唔通追求虚荣，唔通彼此击溃，互相嫉妒。告诉各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好的习惯，信仰习惯，就是先学习心平气和。我相信咱的教会是一个和睦三天的教会。愿上帝为亲自帮助咱，赐福咱，互咱的生命不断伫警醒的祈祷，昆读上帝话语的内底。哪来哪明白，咱的生命需要什么款的养分来祝福咱的生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听愿，享受福气，满满祝福的主上帝，愿
同心恳求感谢阿罗主，感谢主你伫阮的内底赏赐即个好的福音、宝贵的信息来祝福阮的生命。阮感谢主你将即款好的福音，毋若传到伫阮的生命中，嘛恳求上帝你将宝贵活命的气力，透过圣神的感动，互阮常常用祈祷、靠圣神的引带来活出圣神所引带活出美好的生命。主啊，阮特别感谢主，愿上帝你感谢你祝福伫过你的教会，互你的殿，互你的正百姓，拢会当因为亲近主你来得到永望的生命。求上帝你赐福因若有平安，嘛赏赐互因一粒健康的心智，培养好的信仰生命习惯，互因活出上帝你所喜爱的生命，是靠圣神所活的生命，是欢喜健康的生命，是有愿望有目标，会当用因的活命来影响侪侪人的好习惯。主，愿上帝你赐福伫你的教会的正百姓，互阮的教会，互你的殿，成做传扬福音祈祷的殿。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的回应诗，圣圣诗621首，勇敢坚固信徒，请咱起立吟全首。勇敢坚固信徒，他也真艰苦，无论何歹境遇，阮对我求助。虽有失望累积，我能我有勇气，对起头做引无用前行天路，拄着有阮相逼，生命地包围，遥遥拢无彩甲，信仰袂摇动。虽然拄着对敌，也鼓出能量，变化艰辛奋斗，向前行天路。有主是阮保护，一生心帮衬。愿在行前路顶，通成接应心，免惊是免梦想，无好环境他赢，每日艰辛奋斗，向前行天路。请起立。
心感谢，你叫到阮地，但求你赐福，你所听行日，享受你慈爱，永远无离。咱三甲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你是有大快乐、有大能力的主。恁知阮心内的软弱，恁知阮所有的一切，你嘛知阮有时会失落、会迷茫，会毋知影阮咧创啥物。阮恳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教示阮，来引带阮，互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互阮会当有好的品性、好的行、好的作为，来荣耀你的名。阮安尼恳求，阮即摆奉献是要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圣化干力，因此拢趁你的旨意。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我的报告，请咱先开周报。下周的事务人员请家己注。教会消息通知：10月28下晡2点半到2点半到8点半，伫大公教会举办小组长小家培灵会的联谊，请牧区的区长、小组长甲参加，请兄弟关心代祷。第2点，10月13拜六，天母台已经伫昨举办完毕世界日游，感谢主带领引带圣神。圣神引带这个咱本会幼儿、青少年时间发展工作，请继续关心代祷。第3，10月21礼拜下晡主日中昼，由天母台牧区会员小组兄姐共同参与伫圣诞布置时间，请兄姐关心代祷。第4，本会定伫12月12日礼拜日10点到12点。举行本年度的事工研讨会，请各小组的同工、指挥、圣歌队、招待同工、总职一同参加。当日小组暂停一周。这时咱来恭读今日的金句吼。华语甲台语各读一遍吼。咱台语大声，耶和华讲，恁是我的干净。是我所敬的奴仆。耶和华说：“你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以赛亚书43、10节。请咱牧师播上。留兄弟平安。真欢喜，咱今日三角会当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吼。咱牧师伫遮来补充报告吼。咱因为即礼拜接续即礼拜拜5甲拜6。咱的天母台牧区即小会长了，伊要带治安吼，咁个总选3位，因要去新竹圣经学院受即个主日学的训练，嘛为着即个总选祈祷啦吼。总选伊即马还袂洗礼，嘛当下来教会是到5个月，对今年的4月到即马吼。但是伊真委身吼，我讲拜5你毋是爱上课，伊讲伊要甲因的爸爸讲，因爸爸嘛真欢喜，我讲因爸爸同意。我讲恁爸爸同意，敢有甲你念啥？讲你来参加教会，因讲因爸爸讲去教会会当学习的你拢做你去，所以咱来为着即个细囝来祈祷，咱伫遮牧师，所以咱即礼拜拜6的华语礼拜，咱搁暂停一周啦一礼拜，所以请咱注意一下。头拄咱有讲到12月12月12，咱的事工研讨会，因为咱即马时间有几个同工时间上袂拄好。所以咱会搁调整时间啦，甲搁甲咱报告。另外，牧师伫遮会当搁一摆欢迎这顶一礼拜有来到伫咱中间的新朋友这真荣是不是？真荣跟美和不是美和是另外一个 ，sorry， 因为那个那个名单所以景雅许景雅对不对？景雅，我们再一次请他们起立我们拍手再欢迎他们，来起立欢迎你们。好，请坐。好
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哈，都是受神所祝福的哈，所以我们感谢主。伫这部书嘛介绍杨恒美牧师娘哈，牧师娘哈，咱请伊起立给伊欢迎哈，欢迎。伊对这个对倒位坐车过来，伫迄个对迄个啥，迄个体育馆遐，吼，对体育馆遐坐公车，吼，坐公车吼，过来到遮啦吼，所以咱欢迎伊会当来参与咱的聚会。敢搁有头一处咱嘛为着为着咱的指挥育成吼，12月12，伊要去做这个检定吼，而且法语的检定吼。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伊咧做音乐的，我感觉这个语言伊若鉴定过，对于后摆教学是足好的帮衬。嘛会当诚做教会未来咱有侪想要学音乐的人才，足好的老师的资源吼。所以咱来为伊祈祷吼，亲像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保罗伊邀请这的信徒为伊祈祷，为正信徒祈祷，是常常警醒祈祷。所以我们要时常为牧师，也为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来祷告哈。所以也为他来祷告。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在代祷当中，请为明宏兄来祷告，求主帮助明宏兄他的身体能够在复健的过程能够更加的完善哈。好，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行平安礼哈，平安礼，咱互相来做平安礼哈，请安，平安平安，欢迎您欢迎您，平安平安平安，上帝赐福你们，好，上帝赐福你哦，好。平安，欢迎你们，不好意思哈，你看呀，还夹着哦，你看散哦，好，欢迎你，欢迎你，平安，上帝赐福你们，上帝赐福你们，上帝赐福你哦，好，上帝赐福你哦，上帝赐福你们，上帝赐福你们，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啊！兄弟会听，互咱大家真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搁唱一遍来，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一做一伙，兄弟会听，兄弟会听，互咱大家真做一伙，听互咱自己做一伙。好，这时邀请咱。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吼，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徛伫来吟。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信，阿罗三位一体上帝。我将恁交伫上帝圣手，互恁常常享受上帝平安，嘛常常学习伫一生的道路，跟对主靠圣神的气力来行上帝所喜爱受蒙福的道路。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恁进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默祷。各社会，各乡会，主因传堂各差异。各乡会，各乡会，
邀请咱兄弟若是要落，要坐电梯落去吼，咱若行动方便咧，嘛邀请咱会当对后壁行楼梯吼，行楼梯落去，咱看一下咱的主日学的教室啦吼，安尼较免等电梯等伤久哦吼，啊，啥物？哦，什么书啊？哦，还有这书啊？